面的老头都爱打屁，要五谷，你给生意，你说生气不生气？送，赞，水，扣，啊呜！道理何在？地主在。一段时间以来，为师所教你的功夫，你也学了差不多咯。今朝一别人海茫茫，根据江湖险恶，世态炎凉，会晓保护家己。来，为师所传授的拳法，你搁再行一摆，互为师看卖咧。地主尊的面啊，高度18式，吞金放假。起手落叉，会学18，十无一会，死下来硬嘴巴，加三嘴袂见啊，10句的9句拍，吃碗来洗碗外，伊学是说，一个斗菜刀，起起来当的做。换衫烫予别人穿。袂歹，来地主接招，请文师指导。一秒起身，未先加钱，我拼双面光。时时都有，无时便都是狗是担当。人到小间，土前飞，双脚打双准。太家教到顺风驶船，船过水无痕。别人的囝死袂了，拍一个红棍予你教，拍人花救人。顺耍坏茶家入灶，时时顾这座娃娃比。死要当作活要医，铁正经挂着讲。见笑爱当上去，一两三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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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惊着迄恁兜的代志。真好。相信出去你必能完成大业，同一无人，也无枉费为师多年来还的心血。好吧，你去吧。谢师傅，请师傅受地主3拜。不用，该然啊。